了飞天，也要比我地位高。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李家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捧红。恁爹家己这强讲，表示君王最难当。金銮阮爹无爱坐，才让恁李家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打言辞，对我上殿比君王低。你敢说我嘴皮？公主，毋是，请你替我辩解呀。空之时，山内无细哩，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毋免强事搞大意。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管理员，我们的蛙贵，以及呢我们这个忠实的粉丝，我的蜜蜂，来掌声鼓励鼓励。稍待会呢，等一些观众朋友的进来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聆听一下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咯。罢了，有这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再和谐。公主啊，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告状，你有能来我何？照拼照行，我拢有照做，骗你讲爱。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线上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先来聆听一下电台的歌曲，我们的都马调，欢迎大家。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你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精彩。福气不断，福运来，迄个新闻报你知。歌团唱多自在，戏剧团成球苗我亲手栽。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你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
大家呢进到雨涵的广播电台哈。我们的蜜蜂说呢，他一边在听这个广播电台，一边在赶工哈。在赶什么工呢？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做分享哦。蜜蜂呢也是一个很会画画的这个艺术家了哈。先欢迎我们的管理员，我们的蛙贵。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蜜蜂以及线上好朋友，也欢迎我们的 EVO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线上朋友呢，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加分享出去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不论呢在推广文化戏曲，那呢再跟大家讲明天的天气，以及呢今天的新闻小知识哦。哇，我们的这个 EVO 大大好可爱，他说你好，感恩你上来。明天的天气呢，这个台北的天气依然是降雨的，高达50%。所以说呢，有没有朋友呢在预计明天跨年夜要去到哪里呢？如果北部的朋友呢，可能比较困难一点点，然后北部的朋友这个雨具呢要带一下。如果呢要去看这个跨年场合的话呢，记得穿这个雨衣就好，雨伞呢是不能在会场里面撑开的哦。在这边呢跟大家做个提醒哈。再来呢，我们台中以及台南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几率呢0%而已，所以呢台中以及台南的朋友呢恭喜大家。再来呢，台东的朋友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呢10%而已哦，所以说呢，这个中部啦、南部以及东部的朋友呢，明天应该是可以好好跨年的。但是呢，北部的朋友呢，这个如果要出门跨年，雨具要多带一下。以及呢，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啦哈，因为前阵子有这个不管是汽油弹啊，还是呢烟雾弹的这样子的恐慌。那呢，明天呢，雨涵电台没有休息哦，所以也欢迎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提醒大家雨具呢要记得带，以及呢不要感冒了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那呢，今天你会看我的动作比较迟钝一点点了因为呢我已经先感冒了，然后呢再吃药了所以说呢这个会比较钝一点点这样子先跟大家呢来说明一下那呢明天如果要出门的朋友呢，别忘记携带雨具。然后呢，明天晚上的雨涵广播电台一样有直播节目，再跟大家做个预告1月1号呢，这个元旦的时候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有这个特别节目哦，会在线上呢来演唱呢这一整本一怒打金枝的折子戏，现场现唱给你们听，然后呢也会一边跟你们聊天哦。也欢迎我们的 POPO 大以及呢 LEVI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欢迎我们的淑英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欢迎我们的可恩。哇，大家今天都非常早的上来，给大家一个感谢哦。我最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可恩说呢，好久不见你也知道你非常久没上来了好嘞，我们来听一下呢传统的7字调，感恩大家。心
骑白马呀，走三关，解我所有会中原。哎呀！放下世良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保全。四分无单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会袂开。等待来三家啊，来讲落主意。落花心啊，会交开。这是呢，我们传统的七字调哈，一样呢，用这样子新卡北北造三关，该瓦受益回中原呢，跟大家来做个小小的开场。先欢迎我们的美玲以及我们的柔宇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哇，我们的美玲呢，今天也非常早了上来哟，昨天也是啦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以及呢，罗宇有在问哈，上礼拜五的这个地震呢，哇，大家有没有吓到呢？更有人哈，这个家里的这个抽屉呢，因为被正一个打开了，结果呢，这个内开的门呢开不起来所以说呢，就算这个锁打开了还跟这个邻居呢把这个门锁撞开才进得去这是新闻所报的，所以说呢，也是蛮搞笑的我们蛙贵说有吓到因为呢，我在这个台南地区我不知道呢，是我这边呢真的没有地震，还是呢，因为我吃这个感冒药一点感觉也没有。我是到了这个警报一响呢，我是被警报所吓到的下一个害我好大一跳，一边剪影片剪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个警报一响害我真的吓到了线上还有没有朋友呢？上礼拜五被不管是地震吓到的啦，或者是呢被这个警报吓到的呢，都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哦。再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呢，如果你要去跨年的这个台北这个101是不是有烟火呢？但是怕会下雨，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去到这个惠安公园惠安公园的这个平台上呢，所看101的烟火呢是可以很清楚的。当然呢，也提醒大家穿个雨衣去啦再来呢，有人吓到了欢迎我们的许培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许培。许培说呢，主播帅哥晚上好可能你主播不帅，所以说呢，我常常都说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呢，甚至呢在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一边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可以不要看影像，但是帮我们听声音了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所以呢，跟大家提醒一下，明天呢，如果有要到这个101去看烟火的朋友呢，欢迎到惠安公园去看了然后当然了，这个不要看错洞了常常呢，大家都会看错这个建筑物。那呢，明天如果是这个南部的朋友呢，或者是中部以及东部的朋友呢，就真的是非常的幸运，明天可以出门跨年咯。欢迎我们的皮筋儿小蘑菇，
欢迎小蘑菇哦，小蘑菇有点久没上来了哈。再来呢，哦，你那时候躲哪里哦？你们是互相在聊躲哪里了，是不是？哎，B 大哈是我们的蜜蜂大大，他应该是那一天才刚从这个越南回来，对不对？刚回来就遇到这个地震了。再来呢，来跟大家聊聊呢，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哦。他今天呢有跟我分享他从我们第41集呢开始看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非常感恩呢，看到今天已经87集了，哇，非常的不容易至少也听了这个40几集，我看呢我也要回去听这个41集的回放看我那一场呢讲的好不好了以及呢，也要听一下回放，说呢，从41集以及甚至从第1集呢讲到今天呢第87集有没有呢进步还是呢一样维持在一样的水平上这也不行的感恩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刚刚呢所唱的呢是我们的7字调。再来呢，我们来唱一下不一样的歌曲，叫做我们的7字连空奏哦，是我们7字调的延伸版。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7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送水人在，夫妻好爱呀，已经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想开又分开，风风计笑娘无悔注定悲哀，一句经顺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旧迈，冤家当阵啊，当心情深渐将成地带，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7字连空奏哦，这是我们的7字调呢，从头来唱到尾。在我们一路打精致的 CD 专辑里面呢，代表着这个驸马以及公主呢，他们吵架完之后呢，各说各话，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有的代表说呢，这个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啦。也就是说呢，这个夫妻呢，不论呢是床头吵，这个床尾和前面呢还是要吵的呢，
不原谅你的那种感觉，这样子会比较精彩一点点。再来呢，来回应一下大家了哈，来欢迎我们的陈晨芬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当然呢，今天这个会有点卡词，以及反应会有点迟钝呢，因为这个有吃这个感冒药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再来呢，大家先聊起来了也欢迎呢我们的 SCOTT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您。再来呢，感恩我们的管理员呢帮我回答了哈。明天呢一样有直播，然后呢，直播完之后你们要去跨年再去跨年了哈，因为跨年没有这么早了哈。当然呢，跟大家提醒一下了哈，昨天呢有讲这个跨年哈，这个新北的这个捷运站有2站呢是有比较优惠的价格有免费的价格，是晚上10点半到隔天早上的这个6点左右呢，这个南京三民还是哪里呢，跟我们的台北小巨蛋这2站呢是这个免费的跟大家讲一下了哈。然后呢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呢，美玲说呢，明天呢在家看师父的直播啊。你要看哪一台的师父直播呢？还是师父又回来开始直播了，进修完了吗？今天呢，这个小秋不会上来广播电台了哈，因为小秋呢去学习我们的太平歌。所以呢，跟大家讲一下了哈，今天没有看到这个小秋上来的朋友呢，会担心一下哈，没有，他是去参与这个太平歌的练习。再来呢，跟大家呢来讲一下了哈，刚刚呢有提到哈，蜜蜂在赶工，赶什么工呢？他是呢一个画画的艺术家啦哈，他呢虽然才高中的年纪，那呢想要读艺术大学，那家人不肯给他读了哈，所以说呢，他就很会画图。那呢他很厉害他是用这个手指下去画图的，不是呢用这个彩绘的这个笔啦哈，不是用这个平板的笔呢下去画图的，是用这个手指画得非常的漂亮。也就是呢，这几天呢，我刚刚有上网呢这个贴文公告，我们元旦的特别节目这张的底图是由我们这个蜜蜂大大呢所帮我绘画的所以呢，广告一下他呢也在赶我另外一张草稿图，然后所以说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蜜蜂大大呢非常的厉害，然后先欢迎我们的LACK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来跟大家讲讲明年度呢有跟大家讲说我们明年度呢有请到这个编剧老师，这个洪庆婷老师，我们的白白明华园天字戏剧团长期在配合的这个编剧老师呢，要来帮我们编这一出胆色必欢甘陈世美反间的故事明年度会非常的精彩。那呢也因为我寄了这个CD 专辑呢去给这个编剧老师呢，哇，他跟我呢来玩这个交换礼物了感恩我们的白白呢，你的心意呢我领到了感恩你，先给他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感恩我们的白白。不小心呢跟一个编剧大师来玩交换礼物害我心里有点小小的紧张。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讲讲其他事情，我们先来播报新闻哦。再来呢是来播报呢我们花莲的新闻花莲呢有这个中古车买卖的纠纷啦都买完了之后呢他觉得说其实你卖我的这台中古车这个车况有点糟糕，所以呢2个人呢起了纠纷，起了冲突之后呢，哇，2个人呢，一个人呢拿这个球棒，一个人呢拿这个开山刀互殴的意思
所以说呢，这是发生在我们花莲的新闻。最近不是这个毒驾的啦，不然呢就互殴的啦、家暴的啦，这种新闻呢非常非常的多。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继续来讨论下去。另外呢，来播报的新闻呢，是有关于我们新北的辅大哈。辅大的旁边呢，有一排的这个机车的停车位哈。这个女大生呢，就想说呢，她要停车，所以慢慢的呢往旁边靠哈。想不到呢，后方的这个妇人呢，这个骑士呢没有注意到哈，就波及到她了，就撞到她了，也波及呢一旁的这些停放的机车这些车辆哦。所以说呢，如果呢，我们有想要往旁边停的啦，除了打这个方向灯呢，我们这个后照镜呢也要稍微瞄一下了哈，因为呢，你不撞人呢，不代表别人不撞你，那呢，我们大家一起注意安全哦哈。再来呢，也来跟大家呢来播报呢其他的新闻，我们云林的新闻哦。欢迎大家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给更多好朋友知道雨涵的广播电台。不论呢在提这一些戏曲的知识啦，以及呢明天的天气，以及今天的新闻这样子啦哈。哦，原来如此哦！明天会再度开启直播啊，那掌声鼓励一下哈。没问题，那我们美玲呢，祝福你明天呢去看这个直播节目，可以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的美玲哦哈。今天呢来跟大家播报这一则云林的新闻哈，发生在我们台19线。离奇的车祸呢，现场呢有一台机车，以及呢有一台这个脚踏车，那呢这两个呢一男一女都死亡在这个路上，那呢在猜应该是被撞飞的，喷飞在路上。那也检验这个尸体呢，发现呢有这个胎痕有这个胎的纹路，所以说呢代表着说呢应该是有大型的车子呢去撞到他们，那呢肇事逃逸但很可惜的是呢，该路段呢没有监视器，那呢警察只能从前面以及后面的这些监视器呢来调阅呢，来想办法找出这个车辆来拼凑起来。那呢至目前呢是还没有出现的哦，所以说呢这个是发生在我们云林的新闻。今天呢这个台19线呢离奇的车祸，有一男一女呢死亡在路中间。那呢其实一个是骑脚踏车，一个骑机车，但是呢都没有发现呢这个肇事的车辆了因为当地没有监视器。那呢这是今天的新闻哦。线上不谈论政治了抱歉再来欢迎我们的忍者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我们的忍者。再来呢，我们一样来唱唱歌曲，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继续来聊新闻聊下去哦。我们先来听一下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昆阳公婆七十相寿，幸福快乐无理由，为爱多做几拜寿，年年今少老优秀。
生乐养富贵。金端八宝心相拼，桃地皇冠并随，天天乐观天报应。我嘅马仔已负担，好嘛已回归。哇，我看到大家好多的留言哈，这个呢也欢迎我们的黄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黄姐。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呢，你是忠迷哦，哇，忠实的粉丝了哈。而且呢，他说呢，难得看到呢主播比我帅的了哈，是代表着这一台的主播还蛮帅的，还是说呢平常不帅，只有今天帅这样而已呢？再来呢，我看到说哈，这个可恩说哈不好意思哈，一直吵吵闹闹是没问题的啦哈，只是呢我们避开这个政治的话题这样子啦哈，因为呢这是文化的场合这样子哈，欢迎大家上来玉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我们的柯志明。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眼镜帅了哈，所以说呢，眼镜如果拿掉的时候呢，就不帅了啦。没有了哈，开小玩笑。哇，这一副眼镜我也配的很贵的哈，也是要2800的眼镜了哈，也是颇贵的哈。因为哈，我一个近视呢。为什么一眼近视700多度呢？一眼近视400多度呢？哈，跟大家聊聊呢，请大家呢，不论哈在家里看电视啦，哈，甚至呢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千万哈不要侧着滑手机啦，哈，甚至呢，这样躺在床上滑手机啦，甚至呢侧着看你的电视啦，哈，这个呢。近视呢会越来越严重了哈，而且呢会两眼不平均，这就是呢我从小造成的，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请大家呢这个要注意一下哈，这个眼镜呢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因为呢我做了一件很没有经过大脑的事情，我用热水去洗，想不到呢它会脱模哈，这个镜片也会脱模，所以跟大家聊一下了哈。欢迎我们的 TAR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我没有生气，你放心了哈。欢迎我们的忍者，我不会生气的了哈。来，再来呢，跟你开个小玩笑了哈。来，先借我喝个水哈，我们再聊下去。因为呢，这个感冒呢，所以会卡痰这样子了哈。要多吃这个叶黄素、虾红素以及花青素。哇，许培很厉害哦，念得出这么多哈。没错哈，我们平时的保健保养就要有，不管是 B 群啦、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D 等等之类的呢。你如果有在吃什么样的保养品，甚至呢在喝这个晚安奶粉的哈，都要尽情的去喝，尽情的吃这样子了哈。再来呢，我们的忍者说眼镜行有这个超音波可以洗，没错。但是呢，因为我脸部会出油啦哈，所以呢，我很常就是会洗这个边缘啦。就很刻意的去洗它，那呢也造成呢它呢就受损了哈，还是有点卡痰，再让我喝口水。
再来呢，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1月1号元旦的时候呢，有我们这个元旦的特别节目哦。元旦呢，我们1月1号的时候呢，在我们宇涵广播电台呢，我会呢，来从头到尾呢，来把这个一怒打金枝的全本这个专辑哈，演示给大家听。那呢，也请大家呢，这个1月1号哈，晚间的8点钟准时上来聆听宇涵的广播电台。那呢，这个广播电台呢，当天呢也会跟你一边聊天了哈，讲到某个段落，那我会一边呢来跟大家呢继续的来聊天，继续的来讲故事这样子了哈。先感恩我们的大家哦，主播巨星哦，哇，你这个哈，有点呢太过于会捧了哈，主播巨星哇，万般的光芒这样子哦。再来呢，这个许培说哈，这个小弟刚才抱歉，没有事的哈，他说呢，主播巨星哈，你的眼睛呢是灵魂之窗了哈，没错。只要有，不管你在舞台下的朋友呢，甚至呢在舞台上的演员呢，眼睛都非常的重要哈。不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你说呢，眼睛不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做事情方面呢都很不方便这样子了哈。感恩我们的忍者的关心哦，他说呢身体健康哦，感恩忍者。一样呢，来跟大家呢来分享一则的新闻哈，是有关于呢国外的朋友呢，从这个外地啦哈，不是国外的朋友，是我们台湾的朋友呢，从国外呢带回来的礼品呢，居然抱在他的行李箱里面，我们来分享一下哦。有我们台湾的朋友呢，去国外旅行回来呢，想说当地这个可可粉呢不错喝哈，也不错吃，所以说呢，买了一些可可粉呢，放在这个随身的这个行李里面了哈。那呢，就携带了这个行李呢，上完飞机回到家之后呢，发现哇，里面的可可粉呢，爆的整个都是。原因点在于什么呢？原因点有可能是这个外力，也有可能呢是因为这个空中的这个气压啦，这个压力爆破了在里面呢，哇，所有东西都中奖了。所以说呢，请大家呢从国外带东西回来，只要呢带上飞机千万要包好，不管你是粉状的啦，什么东西的啦所有都请呢包好这样子了哈。它是带可可粉，所以不是肉制品了哈，可可粉这样子了哈。跟大家聊一下，其实可可粉应该也算这个植物性的，是不是？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了哈，因为呢，此生出国呢没有几次了哈。感恩我们的忍者，他说呢，你真的很赞没看过呢，歌仔戏男唱旦角的很赞哦。其实还有很多就犹如我的这个老师，我的恩师林显元老师呢，他也是唱得很棒就由他呢来传承给我了这样子了就巧克力粉，所以其实它是可以带的那呢，他就抱在他自己的这个行李袋里面，你看真的是非常的恐怖。气压过大，这个粉尘爆炸也不算粉尘爆炸，就可能那个罐子呢炸开这样子，或者是袋子炸开就炸的呢它整个这个袋子里面都是这样子你差点带热狗回来哇，那就欢迎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我也蛮喜欢吃热狗的，请多带几根回来。跟你开个小玩笑呢，下次不要尝试因为呢，我们的可恩很常出国吧可恩呢是我们的台越混血儿，所以说呢，会偶尔回去这个越南再来呢，这个会爆的都很危险，真的都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呢，
再来一则的新闻呢，也是有关于呢从国外带东西回来，但是呢他就没有这么幸运的了哈。在发生我们的桃园机场哈，我们台湾人呢去到这个泰国呢去追星，追完星回来之后呢，就买了这些周边商品哈，就买了这一些呢，联名的饼干，他总共呢买了31盒。那呢买了31盒之后呢，在国外哈，人家说呢，你要这个大型的这个包装啦，要包得很好啊，等等之类的呢，他就包装好了，也花了钱呢，花了150元呢做这个包装。包装完之后呢，带回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呢，台湾的海关呢就要检查。以及呢，在检查的当下呢，这个男乘客就有点这个言语的这个怒骂啦，以及呢在激怒这个海关。到了呢，检查完之后呢，发现呢，其实这些饼干呢都没有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海关换他生气，他来怒骂这个乘客。而且呢，还有爆出3字经所以说呢，这个乘客呢也就要告这个海关哦。所以说呢，大家不管出入境啦回国呢，也请大家呢平安顺心、吉祥感恩。真的呢，如果被查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动怒这样子了互相这样子呢也不太好了我看一下呢他的这个留言了我刚才有看到这个喝酒的我们忍者说呢，你都在飞机上喝酒做这个商务舱啊，哇，怎么这么好呢？在许培说呢，你真是大富翁这个呢他代表呢，他很拼了也才有这些积蓄了刚刚呢讲到呢怒骂呢，我们就来唱个怒骂调给大家听一下，不一样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哦。心中但见花归爱，哪敢当唱起歌卖？伤兵做事想摇摆，定调打落兵在上地界，带动两子万金之躯，山岭头带人输。哎呦，哪会这么疼？当着我是拍紧师傅，令连相片，无通春秋。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的电视歌仔戏曲调我们的怒骂调。什么是怒骂调呢？就代表了说做这个很生气的情绪呢可以唱的歌曲，以及呢电视歌仔戏曲调呢就是早期真的说这个电视的歌仔戏明星他们呢所花钱去创作的这些歌曲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了那呢我们普通歌仔戏的这样子的传统曲调呢，就是七字多马杂念以及江湖调。后面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新编曲调这样子，然后那我们线上朋友呢，你们就自己先聊一下下咯。再来呢，我来喝口水，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聊下去哦。来跟大家聊到呢，有没有记得呢？今年的2月，在我们台中这个星光三月呢发生气爆这件事情呢，总共呢有13人呢被起诉了包含这些主管然后包含这些工程的人员。那呢，哇，这一起气爆呢酿成
5死35伤哦，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呢，造成了这个现在13人被起诉，那呢5死35伤哈。那呢，其中呢，其实他们没有申请了这个室内装修的这个申请，以及呢拆除这个瓦斯的这个减脂器之后呢，他们没有再装另外其他的替代品哦，那呢也是一个危险之一。还有呢，在施工的当下呢，这个12楼呢没有关掉这个瓦斯啦所以说呢，当然呢，造就出这个气爆案件呢是非常非常多人的疏失这样子啦再来底下的留言呢，跟我现在聊的主题呢完全都不一样了欢迎大家呢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来问问大家呢，你的年终奖金都是几个月呢？跟大家聊聊呢，这个星宇航空开始呢发出这样的资讯了，他们的年终呢，明年度的年终是1个月而已。哇，当然呢，大家这些空服员啦等等之类的呢，当然就觉得说也太少了因为呢，其他的航空呢，有的人呢发到半年，有的人发到6个月的也有人呢发到比如说3.5啦等等之类的哇，这个呢一年的年终只有发1个月那呢大家呢当然就有点叹气了再来，忍者说呢，你没有年终为什么呢？再来呢，欢迎我们的子龙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B 大大说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连钱都没有因为呢你还小你还是小朋友的年纪所以说呢还不能领这个年终以及其他钱不是因为你穷了如果说呢这个工作当中呢，当然偶尔有一些年终了那如果没有年终的话呢，只好自己赚一点甚至呢想说呢这个刮刮乐呢会不会中个大奖给你前几集呢有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上礼拜呢在这个长照在日照中心呢，哇，讲到这个乞丐调呢，有一个大哥他就分了我100块，说呢这个呢你唱这个乞丐调没有人分钱给你呢，你不能下台了所以呢这礼拜呢礼拜41月1号呢，我们早上呢一样呢，雨涵电台要到这个鼓山去做这个日照的宣传活动要去做这个歌仔戏的那个推广。哇，今天真的大大的卡词做这个歌仔戏的推广。那呢，我就特别去文具店呢多买了一个这个类似像香包的感觉我把里面的棉花呢把它拿起来，里面呢塞了满满的曼陀珠是有包装的曼陀珠，里面呢塞了满满的曼陀珠呢，要给这个大哥了希望呢分一点喜气给他欢迎我们的这个子龙啦有我还记得啦再来欢迎我们的伟成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我们的伟成这个伟成呢往上滑，想说呢奇怪这个怎么都没有这个挖柜的留言了因为上面呢大家已经聊开了再来呢在问什么是辫子，是不是辫子呢？就是3条这个头发把它编成一个造型，然后你如果上网查这个辫子呢，就会出来这样子了再来呢，我再来看一下OK 好，再来呢，这个忍者说呢，蛙贵你在这个探险吗？什么探险？还是说呢，你在叫他呢？这个他是
偷偷的呢躲起来哈，不让你们找到他了哈。我们蛙贵呢，从我们雨涵电台第41集哈就开始观看了，真的是令我佩服了哈。害我呢也要好奇哦，回去听一下第41集我到底在讲什么，以及呢到底好不好听啊哈。再来给大家呢穿插一下歌曲，我们歌仔戏的传统曲调，也就是我们的都马调，来唱呢这个1分半的版本就好哈，不要唱太长。我们的都马调，欢迎大家呢来聆听这首歌曲。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塞他洗手，是我不介意，叫做将命，负这才能在何害？听你声音，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要过生。有灵来我河，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跟你过爱，恋来啰嗦，带你去你啊，命啊做行，怎不对你啊，对你来用情，我不了情。这首呢是我们传统的曲调，我们的都马调哈，把它剪成1分半的版本，比较短的版本这样子了哈。这个伟成说呢，今天是2025的12月30号，快要跨年喽。没错，明天呢，如果要去跨年的朋友呢，北部的朋友哈，台北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在50%左右。那呢，在这个跨年的会场呢，是无法撑雨伞的哈。所以说呢，如果要去跨年的朋友，记得呢携带一下你的便利雨衣哈跨年的现场只准穿这个便利雨衣哦，是不能撑雨伞的。那呢如果呢你是中南部的朋友，这个降雨几率呢0%而已，所以呢可以出去跨年了哈。以及呢这个北部的朋友呢，如果要去看这个台北101的朋友呢，哇，欢迎你呢到另外这个公园哈去看这个烟火，可以去到惠安公园呢去看烟火，比较不会人挤人这样子啦哈。跟大家来穿插一下，来播报一下，明天一样有直播节目啦哈，跟大家提醒一下。会不会明天哈？因为大家都在看这个跨年的节目，所以我明天会不会开播哈？是空的，没有人看节目哦，这样子我可能会很伤心哦。开小玩笑，那呢1月1号呢会有特别节目呢，也欢迎大家上来聆听。再来呢，我来看一下了哈。我们的汪贵说呢，你是女的哈，汪贵说呢，我是女生啊，没错呢，我们的汪贵是女生啊哈。再来呢，他呢，伟成，你上来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们的汪贵是女生哦？你该不会一直以为他是男生吧？跟大家讲个笑话，曾经呢还有人叫他阿姨的哦。偷偷的透露出来哈，蛙贵，希望你等一下原谅我了哈。曾经还有人叫你阿姨，来先欢迎呢我们的燕秋，我们的小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这个呢，这个燕秋呢，欢迎你哈！你刚才不是呢在唱这个太平歌吗？我还呢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呢今天小秋不会上来哈，因为在忙于这个太平歌。再来呢，我来看一下哈，
对呀、你一直呢当成这个兄弟对待呢，因为呢，这个爱吃蛙桂的是蛙桂小姐姐啦，哈，没错，她是小姐姐。然后呢，这个忍者说呢，真的来碗蜜桂哈，我爱你。哇，这个忍者呢对这个蛙桂呢已经献爱了。这个蛙桂说呢，如果阿姨会生气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称呼我们的管理员呢，请叫呢这个蛙桂小姐姐、蛙桂女王，甚至呢，这个蛙桂呢，我们的管理员哈，千万不要叫阿姨，你如果叫阿姨呢，你的灾戏啊，你的皮的等较暗的啊，那就对了哈。再来呢。哦，录好曲子哇！掌声鼓励，感恩我们的燕秋。这个燕秋呢，这个小秋他们的太平歌哈，是我们的红冰虾，对不对？凤鸣社哈，那呢，哇，他们今天去录音哦。那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再跟王老板来借个袋子来放一下了哈，希望王老板会答应啊。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呢，这样子的这个南管这个太平歌这样子哈。再来，先让你们聊一下，我先喝口水，等一下呢再来播报一下新闻哦。感恩我们的蛙桂管理员呢，跟我们的燕秋说呢，燕秋好，感恩蛙桂管理员。哇，忍者说呢，你超喜欢吃蛙桂的，你都吃甜的还吃咸的？你是哪里的朋友呢？哎，顺便跟我们的这个燕秋哈，跟我们这个小秋聊一下。你有没有吃我们台南的蛙桂呢？都发现哈，我们的台南的蛙桂都是甜的，因为呢这个酱汁的关系啦哈。他们在说这个咸的蛙桂呢，我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呢我吃到的蛙桂永远都是甜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蛮好奇的，咸的蛙桂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来，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哈，我们先来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继续来聊新闻。我们先来唱七字联、七字摇板跟我们的带七字一，感恩大家。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痒。当朝假死啊，伊成定，待好恁后生不敬。驸马巧心，无将伊，敬为爹娘啊。风吹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军内机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去。也歹把宝金相依，驸马无顾世情义，并过王杨平义。感恩呢大家的留言哈，我都有看到哈。对，我们的小秋说的没有错哈，这个呢酱汁太甜，所以呢永远吃到的蛙桂呢，我永远都吃到甜的。所以我难以想象呢，他们外县市说呢，这个
咸的蛙桂啦，等等之类的哈，我真的难以想象，因为我真的没有吃过哈。哦，原来秀女老师呢在你的旁边呢，哇，那也欢迎我们的秀女老师。以及呢，我们的 EVO 大大哈，他说呢，这里是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地方，感恩我们的 EVO 大大哈，感恩你，也欢迎你呢跟大家继续来聊天哦。先欢迎我们的桂珍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桂珍。桂珍说赞。感恩我们的桂珍啊哈，大家呢开始来聊起来哈，在聊这个蛙桂，还有加这个蒜蓉酱的哦。哇，那我真的也没有吃过这个蛙桂加蒜蓉酱，到底呢是这个知识浅薄，还是呢真的没有这一道料理呢？我也不知道了。哇，大家呢开始讨论吃了起来。也欢迎呢讨论其他的美食哈，比如说臭豆腐啦哈，还是什么之类的。像上一次呢，这个小鲜肉来上节目的时候呢，这个保险业务员我们的博彦来上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底下开始聊起来，都在聊吃的害我们呢两个在聊保险，聊一聊，看到荧幕呢上面在聊吃的我们难以想象呢，大家底下呢到底在聊什么。等一下呢，来跟他聊聊哇，在我们11月29号呢，也就是昨天的新闻这个曹希平我们的艺人呢，这个死亡在家中了那呢，其实呢，他如果生前的时候有把这一些正式收养这个干儿子呢，那这个干儿子呢，其实就会得到这个遗产的第一个顺位。那当然呢，如果他没有呢顺利的呢来把这个儿子来做收养来把这个干儿子来做收养，那当然这些兄弟姐妹呢就有权利可以分这些遗产这些钱哦。这是呢昨天呢发生的新闻啊再来呢，等一下来播报呢，主播在地这个台南的新闻，也是呢这个凶杀命案的新闻，然后等一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哦。再来，我们的这个蜜蜂大大说呢，你最爱吃榴莲哦。我想呢，线上很多朋友呢，应该是不敢吃榴莲的哦。我想应该是了包含呢这个榴莲壳呢，记得留起来呢，叫老公跪算盘。再来呢，来给大家呢来播报一下台南的新闻台南今天呢发生了一起这个姐弟恋的冲突。那呢，哇，这个男生呢，这个男友就呢泼盐酸泼在这个女生的身上，这个女生呢极度的呢这个很多处这个灼伤，那呢他都到这个顶楼呢去求救，那呢去大喊啊求救啊，那呢就有这个民众呢这个住户把他带到地下1楼，以及呢帮他这个送医。那呢这个男子呢到了这个警察呢到了这个住屋处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男子反锁了这家门，以及呢倒在这个血泊当中，身上插了很多刀。那究竟呢是他们在冲突的当下，这个女生杀了他，还是呢这个男生自杀呢？这还要再查明这样子啦这是今天台南的新闻哦。哇，我们的这个蛙贵居然也喜欢吃这个榴莲哦。这个呢，榴莲的同道之人呢，哇，你们这个原来榴莲也可以交友这样子的意思啊。再来呢，今天呢，在我们的北车呢，也发生了呢，这个男子连续的来乱按呢这个火灾的警示这个警报铃。那呢，这个呢还过度的呢来这个做这个咆哮，遭这个呢北车的这个站长用这个辣椒
辣椒水给它压制成功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北车呢又再度的发生这样的冲突哦。所以呢，明天如果要去跨年的朋友，别忘记了注意你自身的安全，身边的人事物都要注意了哈。尤其呢，明天北部的朋友呢，有可能呢会下雨，那北部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下了哈。那呢，跟大家分享一下，1月1号呢，我们有特别节目呢，我会把这个一怒打金枝的全本戏呢，在线上展现给大家，来给大家做聆听。那呢，大家就期待一下我们1月1号的这个特别节目哦。是的，非常的恐怖哦。所以说呢，明天如果要出门的朋友呢，北部的朋友呢，也都要注意一下安全，这样子了哈。一样呢，再来给大家穿插一下歌曲，我来看一下哈。刚刚呢还没有唱到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我们的风萧萧，我们来唱一下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太祖金雕亮红明，贵府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姑尊幸福，马路会满心兴。一老生病，叫万姓。心家爸都将你敬，听说笑我罗君第一，恢复最义论分明。山林家义小小红灯。困在道边，遐年清灵，不由归阿姨红回影。再来呢，哇，我看到好多人的留言了哈。那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一下，以及呢，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聊了这么久呢，今天还没聊到今天的主题呢，都忘记要聊主题了。很不小心呢，聊一个不论呢是在聊新闻啊，来聊生活啦，聊等等之类的呢，哇，完全忘记今天要聊这个主题这样子了哈，非常的抱歉，我们等一下来补充一下了哈。先欢迎呢我们的 KLD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我们的燕秋说呢，期待呢1月1号的特别节目哦，感恩我们的燕秋，以及呢我们的忍者说主播好赞，感恩我们的忍者。我们的瓜贵也说呢，非常期待呢这个1月1号的特别节目哦，感恩你。当然了哈，这个1月1号的特别节目呢，是我今天早上呢突然这个突发奇想，因为呢我觉得说这个过年时候呢，当然雨涵电台也会休假，那呢我们既然呢这个农历新年会休假，那呢我们就在这个国历的新年呢来做个这样的特别节目哦，给大家来收听。那呢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下。当然呢，当中我有可能呢也会念错这样的台词了哈，也有可能，因为呢我不是背的滚瓜烂熟的。当然呢，我也会看着剧本来演示给大家。那呢，我们1月1号呢就一边聊天，一边呢来聆听这个全本戏，我们的一怒打金枝。有个姐找你跨年喝酒，哇！我们的忍者大大
那你要跟他讲说呢，我妈妈呢教我呢不能喝酒这样子啊。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不小心呢传了一堆图呢给老师哦，没问题的，我都收下来，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再来，我们的燕秋呢，我们的小秋说呢，好听，拍手，以及呢，我们的伟成也拍手哦，感恩你。也欢迎呢我们的伟成哦，1月1号上来哦哈。再来呢聊了很多吃的哦，忘了，没错，刚刚呢聊了太多吃的，以及呢聊了太多的新闻哦，不小心忘记要聊主题。一样9点多吗？你说呢？这个直播吗？一样8点啊，台湾的8点啊，这个越南的我不知道几点这样子哦。再来呢，来跟大家呢来聊今天的主题，叫做呢深入其中才能引发共感哦。为什么呢？来跟大家聊这样的主题呢？其实跟很多朋友所聊，他们说呢，其实无法呢，去感受说为什么呢？跟这个朋友呢所交往了，或者是呢嫁进去这个人的家里呢，就要呢照顾对方的父母。那呢，我就跟他聊聊其实呢，早期我也无法呢，引起这样的共感。但是呢，后来发现因为我爸这一次的生病的事件呢，让我产生了很多需要共感的时候，以及呢，发现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是小事情。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子了哈。再来我来看一下，什么老师会用魔法救你，会用什么魔法救你呢？我也不知道了。再来呢，为什么今天呢没带这个项链呢？这次没带项链，因为呢这个我白天的班是这个生鲜班，不太能呢这个带项链，只是说呢我晚上的时候呢会偶尔带一下这样子了哈。看他要怎样，那呢也注意呢，这个喝酒呢不要失身了哈。再来欢迎我们的黄正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再来呢，也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引发这样的共感，也就有了我们的慈悲心。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呢，为什么跟大家聊到这样的主题，那呢也没有跟大家多做深聊了我觉得呢，这真的是呢要靠自己呢心里去做感受的这样的事情你才会去感受到。刚刚呢有给大家诠释很多的歌曲，不论呢是我们的花娇燕以及良夜之歌，我们的莲花铁三郎啦、风萧萧啦，以及呢我们的其实7字调也有唱过，但是呢我们7字调呢在我们这个一诺打金枝里面的专辑的歌词我们还没唱过，所以呢我们来唱一下这个传统的7字调，配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我们来聆听一下下咯。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来聊下去，感恩大家。心桥白白抱歉，第一句就唱错歌词第一句就唱心桥北北，我是要唱呢一怒打金枝 CD 里面的歌词我们重来一次，抱歉吃了这个感冒药之后呢，真的是大大的异常。重来一次我们的7字调，感恩大家。世上好顶是伟大，虽然贵尊，你敢知？着招牌，君在心上，你敢知？
彩家好庙啊！对你的天性，宝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感恩呢大家的留言呢哈，我看到我们呢这个B 大大说呢没关系了哈，感恩我们的蜜蜂。再来呢，我们忍者说哈，主播清醒一点哈，真的这个吃了感冒药之后呢，这个思考完全不在我的范围内哈。再来呢，感恩我们的蛙贵的称赞，他说呢超可爱。我突然间呢唱下第一句之后呢，就发现哈，哇塞，怎么自己又唱错歌词了哦？会不会呢是看到刚才的留言呢，所以说呢有点酒醉哈？那倒是有可能。哦，录完音了，准备要回家了哈，所以说声再见。感恩我们的燕秋，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平安顺心吉祥感恩。燕秋呢到家也记得跟我说一声了哈。节目的最后呢，不外乎我们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哇，最近呢虽然准备了很多这样子的主题节目啦，以及呢我们的新闻啦，还有我们的天气呢，哇，你看这个1个小时多的时间呢，非常非常快就结束了。所以呢也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我们先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吐气。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不论呢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间，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甚至呢你有其他部位感觉到不适的地方，我们也去观察一下下哦。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在呢跟主管的对接上，跟下属的对接，以及呢跟平辈，甚至呢在家庭当中跟着我们的长辈，跟着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跟着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来感恩3件事情。先来感恩第1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2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也非常感恩大家呢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我们每周1到每周5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
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不论呢来聆听戏曲小知识、我们的新闻、我们的气象、我们的生活小知识，也都非常的欢迎大家。先来感恩呢我们的伟成帮忙扫地扫好了这样子了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呢把脚这个抬到这个外太空了再来也感恩我们的瓜贵，谢谢我们的伟成，也欢迎我们的文华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那呢，欢迎聆听我们的回放节目，以及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伟成还很搞笑，他说呢，我会记得呢，还要看一下呢有没有大家的钱包或者是手机落在原地的。怎么这么的贴心呢？来，我们来聆听一路打进这个 CD 专辑，我们明天8点再会喽。心不怕失不留，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乐悠悠。还要等到100年后再相见啊，那也太久了吧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哇，差点骂脏话。感恩我们的蛙柜管理员，感恩你哦。欢迎我们的这个猫狗天堂，感恩你。扫的差不多了还有没有躲在戏院的呢？我们准备要关门了怎么这么的搞笑再来感恩我们的 NARCU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欢迎大家聆听回放影片哦。我们明天8点再会。生病公主，军内正是怪命，今季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彰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优秀，不敢将礼赔。老军队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唔通严家想要贪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王兵，贵府提军王守礼亭，为多
公主不准行，驸马怒火满心兴。一道降兵要万幸。心加倍不将你敬，命所照我，老君的因，为我做伊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花。